主后2022年11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敬拜中平心受塑造。圣经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后来，我阁看见伫天顶有另外一个大国旗义的景象出现。有7个天使掌管最后7个灾厄，因为上帝要降这个灾厄，将伊的受气摒到尽。我阁看见亲像有火掺伫内面的玻璃海，嘛看见遐个得胜的人，因就是已经脱离迄只兽的像，甲用数字来代表名字遐个人。因徛伫玻璃海呢，手提上帝予因的骑琴，因唱上帝的奴仆摩西的歌，甲羊羔的歌讲：主，全能的上帝，你的作为大国奇异，万王的王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。主啊，什么人敢无敬畏你？敢无荣光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圣。万国拢会来，伫你的面前敬拜你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。我阁看见天顶的圣殿已经开，内面有下见证的会幕。掌管7个灾厄的7个天使对圣殿出来，穿清气阁光亮的幼麻布的衫，胸坎下金带。4个画面的一个将7个金碗交予迄7个天使，内面缀满永远活地的上帝的受气。圣殿内充满对上帝荣光甲权能，冲出来的烟，一直到7个天使所掌管迄7个灾厄结束以前，无人会当进入圣殿以上。启示录3遍讲到天顶的敬拜，分别是7个印、7个号角、7块碗的灾难来临以前，就有天顶的赞美。一摆过一摆的灾难出现，而且愈来愈大，人的心要公义毋悔改。上时阵，咱看见上帝的宽容，一再予人悔改的机会。上帝审判世界的7个灾，最后景象就是真侪人摕到上帝予因的骑琴，徛伫玻璃海边，唱摩西的歌，甲羊羔的歌。玻璃海下面是烧倒的火，顶面是无屈服伫兽的得胜者。后来，7个天使对圣殿出来，行过玻璃海。要甲上帝大受气摒伫地上，上帝拯救甲审判来临啦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摩西的歌是旧约的核心，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纪念的。上帝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埃及法老的权势甲苦待，进入应允的地。伫末世，以色列人听见摩西的歌，就知影上帝彰显大能和审判的时到啦。羊羔的歌是国外的歌，代表救赎甲得胜，因为羊羔耶稣基督已经国外，彻底赢过罪恶和死亡。得胜者大声唱这2首歌，上赞上帝的独生囝对死国外，借着安尼除去世间人的罪。当人明白这诗歌的内容，减无敬畏上帝啊。保罗班德是一位外科医师和麻风病专家，伊和作家杨惠丽所写的《疼痛无受欢迎的礼物》，伫这本册中间写一位印度麻风病人的故事。
这位病人虽然信主，却因为长期逢歧视，内心充满不平。伊认为保罗班德医师只是为着要领薪水才照顾伊，无相信有人会听伊，互伊进入教堂领受圣餐。有一遍，保罗班德邀请伊参加礼拜，佮为伊争取领圣餐。当伊进入教堂的时，有人邀请伊斗阵坐，互伊惊喜非常，也成做伊一生真重要的转捩点。检采药物治疗、疼心照顾甲复健，对伊的疾病拢有帮助。总是一位信徒邀请伊做伙坐，斗阵礼拜领圣餐，却是互伊生命改变的主要原因。这一遍的敬拜，互伊的性命重新受塑造，所以伊对安尼拍拼工作，佮诚做受奖励的员工。真实的敬拜就是安尼重塑人的性命，愿万国万民拢伫上帝面前压头跪拜，因为伊堪得受尊荣。天顶的使者甲众圣徒拢准备好势，伫主的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搁再来完全得胜的日子到啊！天顶已经完全准备好势，总是地上的咱敢准备好势啊！咱基督徒毋简单伫地上得活，也仰望伫天顶通活。咱应该有一个天甲地三连的人生观。咱来准备好家己，用真实的灵来敬拜主，迎接主搁再来。默想，今仔日我心里唱的是世界的歌，也是摩西的歌和杨歌的歌呢？愿主帮赞，互世间每一个人拢会通对心肝底唱出这两首歌，诚做准备好迎接主的人。今仔日我心里唱的是世界的歌，也是摩西的歌和杨歌的歌呢？愿主帮赞，互世间每一个人拢会通对心肝底唱出这两首歌，诚做准备好迎接主的人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帮赞我，无轻看你赦罪的恩典，愿你伫敬拜中重新互你塑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